刚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医师。之前有甲大家小解过一寡甲身躯有关系的台语词。今仔日咱要讲的词，嘛甲人的身躯有关系哦，就是骨头。骨头，骨头，汉字写做骨头，罗马字写做骨头。骨第4条，头第5条。人的身躯拢总有206块骨，骨甲骨相接的所在叫做骨轮，就是关节。讲到骨轮，就想到少年的时阵拍篮球，无细哩镜头啊的骨轮就去击着，足痛的。咱较接讲的骨头有头壳骨、边仔骨、手骨、骹骨、龙骨。边仔骨就是这2排保护胸坎的骨头，龙骨是规身躯上重要的骨头，所以号做龙骨。骨除了咧讲咱身躯的骨头，嘛会摕来形容人的性地、生造。若是一个人真有骨气，唔认输，做代志真坚持，咱就会讲伊真硬骨。若个性是定定甲人反背的人，会互人讲伊真背骨。亲像有一寡政治人物，到尾去参加甲伊原本理念颠倒变的政党，就会互人讲伊背骨。讲到骨，会想到一句俗语：拍断手骨颠倒勇。这句俗语是咧鼓励咱人唔通惊失败，咱若愈拄着困难，就愈有经验，安尼总有一天就会成功。阁有一句俗语讲：手骨拗入无拗出，意思是讲咱人拢先为厝内的人设想，袂先去想外口的人。复习骨头、骨轮、边仔骨、龙骨、硬骨、背骨。拍断手骨颠倒勇，手骨拗入无拗出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咱小解真侪甲骨头有关系的台语词，大家爱定定留哦。安尼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